欢迎关注浦东方言新闻。欢迎关注浦东方言新闻。今天我们来说说鱼该怎么吃。今朝我们来讲讲哪能吃鱼。吃鱼呢，还要根据鱼类挑不同的烧法。今朝嘛，来教大家几招。哪能吃法子呢？一个么是烤，脂肪比较多的鱼嘛，适合烤来吃。譬如像鳗鲢、秋刀鱼咯啥。烤前头嘛，可以先放辣通风的地方，使鱼那个外皮风干。搿能介再烤嘛，就比较容易的。搿么还有呢？还有嘛红烧。大部分鱼嘛，侪可以红烧的，但是鲢鱼、白鲢。草鱼、奶鱼红烧以后味道就更加好了。搿么还有呢？还有么清蒸呀，像那桂鱼、豉鱼、鲈鱼咯啥鱼，这个本身就比较鲜美，肉质嘛比较细嫩。清蒸嘛可以保持鱼的原汁原味。记牢一定要辣锅子里向水开以后，再拿鱼这个放进锅子里啊。搿么还有啥伐？还有么炖呀，像那黄鳝、黑鱼。金鱼、蟹鱼咯啥，本身这个味道就比较鲜美。肉嘛也相对比较紧实，所以讲适合炖来吃。记牢炖鱼的辰光嘛，可以加眼这个豆腐啊，不但这个味道鲜美，而且这个两样物事的氨基酸嘛还有互补的作用。鱼当中的维生素 D 也能够促进这个豆腐当中钙的吸收。这个蛮可以啊，搿嘛。搿么还有啥伐？还有么那烧汤和油鸡呀，烧汤嘛以大黄鱼、桂鱼。金鱼味道最好，这个桂鱼和金鱼嘛，侪是淡水鱼，肉嫩质细，营养价值高，出汤率也高。这个金鱼做汤的前头嘛，最好先煎一煎，否则嘛，这个表皮啊容易破脱的。另外嘛呢，还可以加一眼白萝卜的调味。讲到这个油鸡嘛呢，其实交关鱼烹饪鱼处理的辰光，侪会得先放辣油里向煎一煎。譬如讲红烧、做汤，煎鱼的前头嘛呢，先要用盐辣鱼的身上薄薄的擦一层。小鱼嘛腌个5分钟，大鱼嘛腌个10分钟左右，搿能介就不容易破皮。另外呢，锅子烧热以后，用姜这个擦一擦锅子的底，等到油热以后再放进鱼，也能够防止这个皮破脱的。好呀，下趟子吃鱼嘛，会吃出眼花样精力的呢。想学更多浦东方言，知道更多浦东的事吗？请侬继续关注浦东话播。